所以我刚开始都没有开。喂，test one test two，OK，各位弟兄姐妹平安。然后我们本次的华语礼拜就是要准备要开始了。然后那接下来我们先来做一个信仰告白。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他从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与死人。我信圣灵，圣而公的教会，圣徒的相通，罪的赦免，身体的复活，永远的生命。阿们。今天是我在大桥第一次带敬拜，然后就是希望今天的一切都能够就是被主保守，也求主能够带领我。然后接下来我想要请大家就是会唱的就一起来唱这首歌。这首歌叫做《更多的寻求你》。更多寻求你，更深寻见你，更深寻求你，就更加爱你。更多寻求你，更多寻求你，更深寻见你，更深寻求你，就更加爱你。我渴望坐在你脚前，因你杯中的火泉，在你怀中感受你心跳声音，爱深不见底，让我伸手不及，我融化在你属天的安息。谢谢上帝在今天能够让我们再次相聚在一起。主啊，我们虽然有些人他们没有跟我们到达，跟我们一起参与敬拜，但主，谢谢你让我们这些原班人马还在这边一同服侍主啊，是感谢主，一同来服侍你。也求主能够让那些没有来的人，让他们一切都很好，一切都平安，让他们的生活中也保有你的看守与你的看顾。开始祷告，圣光告随着名求。Amen。更多寻求你，更深寻见你，更深寻求你，就更加爱你。我渴望坐在你脚前，因你杯中的火泉，在你怀中感受你心跳声音，爱深不见底，让我伸手不及，我融化在你属。我渴望安息，我渴望坐在你脚前，因你杯中的火泉，在你怀中感受你心跳声音，
爱深不见底，让我承受不起。我融化在你属天，我渴望坐在你脚前，坐在你脚前。你怀中安守你心跳声音，爱深不见底，让我承受不起。我融化在你属天的安息，我渴望坐在你脚前，饮你杯中的火泉，在你怀中感受你心跳声音，爱深不见底，让我承受不起。我融化在你属天的安息。主啊，我活着乃是为了要更多的寻求你。主啊，纵使生活再怎么的凌乱，再怎么破碎，主，但我相信你能够带领我走出这一切的困境。所以主，我要更多的寻求你。愿孩子的敬拜天父能够喜悦。来祷告，奉告主耶稣名求，阿门。阿门。好，谢谢大家。那现在我们就来就是奉献，这样。好，邀请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好，我们邀请我们一起来做奉献。好，基督徒，我们一起透过奉献的行动呢，来回应上帝。好，这时候我们一起同心一起起立，我们来唱奉献的诗歌《我心属于你》。我来到你面前，全心向你呈现，耶稣，你是如此爱我，我单单属于你。主，我在这里献上我的心，生命的一切完全献给你，因为我并没有财宝和金银能够献给你，唯有我的心，我唯一祷告，唯一的呼求，是你能悦纳我献上的全所有，愿我这一生成为你器皿，来完成你旨意。我们一起来做奉献宣告的祷告。我相信凡事都是上帝所创造，他拥有赏赐与收回的权柄。此时我愿意从你所得到的恩典，用感恩与敬虔的心奉献在你面前，求主在我每次甘心乐意的奉献中操练我更加顺服委身，分别我的生命。我相信奉献是栽种丰收的种子，我深信
奉献是实践基督的生命。我确信，奉献是生命主权的交托。求主按照你的信实与怜悯，赐福我们，保守你的教会，兼顾你的百姓。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们。请坐。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今天牧师来报告大桥教会近期的消息。我们在今天华语跟台语礼拜正常聚会，在会后我们也会有小组的聚会小组的进行哈。那下个礼拜是文字事工纪念主日。文字事工是在很多传福音传道的上面能够做很重要的工作。虽然文字看起来是只有文字，现在都走媒体化，但是文字的工作实际上也让很多没有办法使用网络媒体的人，他可以透过文字、故事、见证，能够更多的经历哈。所以我们也请下个礼拜我们一起来关心文字事工，为纪念主日来代祷奉献。那我们也为我们的弟兄姐妹美珍姐妹还有明宏兄他们的手术之后的恢复。那美珍姐妹也还需要1个月的时间呐哈。其实身体的复原的工作都需要上帝来亲自保守，也让我们有学会更多节制的生命让我们能够在生活当中能够恢复更健康的身体来侍奉主。那也为国伦兄来祷告哈，是这个梅居姐的先生在21天以前因为确诊之后他得了肺炎，那也住院，最近有比较好转，那也请继续为他代祷。那我们也鼓励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学习灵修，有好的灵修习惯。那有一些步骤我们一起来看就是一开始我们在灵修以前，我们先透过祷告，那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跟上帝说话。那我们再进入读经。那读经的过程不用多，我们只要一段话，然后从里面去找到你有感动的话语，神在对你说什么。那我觉得从神的话语去思考，神要带给我们有什么样生命的行动。最后我们一起在祷告的行动当中来立志立约，跟神求。那牧师有非常深刻的体验2个礼拜前牧师去参加一个活动的训练，那之后我开始在带领我的孩子，那在学习操练用这个灵修的习惯。2个礼拜后今天刚好我们在台语堂他就打鼓了而且是在昨天他非常主动，然后最近也开始有很多生命的转变。其实我们要带着孩子真的直接去行动不用怕。我觉得神这自然在那当中会行很多奇妙的工作。那我们7月到9月份我们有侍奉表也请如果你有担任有被邀请到的同工，你都能够去索取这个侍奉表格，然后你可以了解哪一天是你的侍奉。那我们在这次的这个台风也造成这个丹纳斯台风也造成全台有一些灾情。我们也除了为台湾的这些修复的工作，还有电力修复的工作来关心代祷，也为我们教会我们的1号停车棚这个整个车棚翻起来然后还打到隔壁有人停在路边，但还好没有伤到车子太多也没有直接性要做赔偿。但是我们的车棚整个要换新也请各位弟兄姐妹能够关心代祷跟奉献。那今天牧师要带大家一起来认识一个主题，叫做福音我的那个耳麦可以帮我拿一下吗？牧师比较习惯用那个耳麦。刚刚在敬拜的时候，我觉得很享受真的是我觉得在灵里面的祷告跟敬拜就是这么的自然。它就是一把吉他，甚至有些时候连我们刚刚在奉献的时候，就是清唱也都是非常美的。那我觉得这就是福音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会自然会感觉到它特别的地方。但是实际上我们会发现，这几个礼拜牧师都在分享一个主题叫做传福音。其实我们生命里面都在传福音的工作。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在想，到底我要从哪一个地方，我所接触的人事物，去看到它的价值面
譬如说我们从手机有没有差别？手机有嘛？你用的如果是 iPhone， 如果是华为，如果是小米机，每一个机子都有它不同的特色。但是刚刚上一堂有人讲说，没有，手机不是最重要的，是上帝。然后我就问说，那你平时你会不会用手机？他说会。好，那手机实际上你会发现，现在对很多人来讲，没有手机，你好像就会好像少了什么东西一样，你会好像有一个，它好像就是你的一部分。所以其实价值对每一个人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每一个人都在寻找价值，不管是与孩子、与家人、与你所要学习的事情上面，都有它的价值性存在。每一个人也在想，我储蓄我存了多少钱，来评定我的成就。所以我觉得人在价值当中，我们要注意来看一个问题。我们请于幼可以一起来坐前面，于幼可以一起来坐前面，好，你处理好的话就可以一起过来，好。不好意思，让牧师可以喝杯水，我的喉咙感觉有点干。你们身份证会不会放在身上？会，为什么？怕警察拦截，你会被当外劳，这个蛮有趣的。身份证在做什么用的？证明我是某某某，证明我是台湾人，证明我是在这个地方拥有我的价值。有一个故事哈，有一个男生他在公园里面散步，他不小心把他的钱包掉了。他弄掉了以后呢，他四处在找，后来被一个清洁工找到了。然后这个清洁工把他的皮包拿去给警察，然后呢，这个遗失皮包的这个男生呢，他就去到警察局去找他遗失的钱包。后来找到了以后呢，他跟警察说：“警察先生，那个皮包是我的。”警察先生就问他说：“你怎么证明这个皮包是你的？”他说：“然后里面有我的身份证啊，还有我的女儿写给我的一张卡片，上面写着‘爸爸，你是我心中最棒的人’。所以警察先生，这对我来说，这个皮包是我最宝贵的东西啊。”这个警察先生打开来看，真的就是他本人，就把钱包还给他了。这个弟兄呢，他就跟警察先生讲说：“其实警察先生，我不是担心钱啊，我是怕丢失了这个我女儿送给我一个可以证明我是谁的一个重要东西啊。”我觉得我看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有很深的体验。我不晓得你们来到教会，你也参与服事，你也参与侍奉，你得到了这个福音，但是这个福音在你身上有没有成为就像这个身份证一样？它可以怎么样？它可以证明你的生命是什么样的生命，你的生命有没有得救，你的生命有没有不一样？所以我觉得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都需要去探讨一个问题：福音到底是什么？这个福音对我来讲，我是从哪里来？像我们的中南，他来到教会几年了？认真讲起来，如果大桥教会来这个地方3年哦，3年哦，那你知道你是谁吗？我是人，还有没有？我是中南，还有什么？他是中南，那你呢？你来大桥教会也蛮长的时间了，虽然断断续续的，但是你觉得你是谁？你在大桥教会所听到的道，你听到的福音，你了解你是谁的吗？默默无名在后面按 PPT 的，那你呢？于右呢？你知道你是谁的吗？我们都在想，我是谁的谁？那现在你有没有发现，我们从刚刚我们的弟兄姐妹，其实我们都来到教会，我们都讲的是什么？我们讲的都是只是一个外在的形象。可是上帝创造我们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形象，我们一起来看。上帝说，我们一起来读创世纪第1章26节。
上帝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这一段话最常大家把它用在是最后那一段，就是上帝创造我们要做什么，大家都把它想说管理对吧？然后呢，人就是要去管理然后管理你的生命，管理什么东西，管理。可是都忘记了，上帝说我们，上帝他把自己的身份不是定义为我，是定义为我们，因为上帝，我们认识的上帝是什么？三位一体的。那为什么是三位一体？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上帝他原本可以在天上看着世上他所创造的人，可是当他看见这些人都在犯罪，都忘记了真正认识这位创造他们的神，所以透过了耶稣基督，圣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有没有？但按照人的方式，好让人重新去检视生命，看见原来这个称呼他自己就是上帝的儿子，而且他跟神一样。最后耶稣死后复活，换什么？圣灵。所以圣父、圣子、圣灵成为我们所认识的信仰里面的创世纪上帝所说的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那如果我们是上帝所造的，对吧？我们是上帝所造，我们就要回归溯源去了解这个创造我们的上帝。他说他是我们，这个我们到底是什么关系？他说我们是照他的形象。希伯来文他讲到原文是代表的是一种不是外在的形象的外貌跟能力而已，他谈到的是本质里面的关系性，理性的，而且有创造力的，而且有治理权的。就让我想到圣父上帝跟圣子耶稣还有圣灵这个关系就越来越清楚了。所以我们要了解约翰加尔文他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我们一起来读他说什么？上帝在创造人时赋予他理性与自由意志。你有没有理智跟自由意志？有，对不对？但是他说什么？是为了使人有能力认识他，荣耀他。挑战来咯。如果我们没有能力去认识这位上帝跟荣耀他的生命，那么我们这个生命就怎么样？这个理性跟自由意志就怎么样？就走偏了所以上帝创造我们是赋予我们是有理性跟自由意志的，但是是为了要让我们能够认识到上帝的存在，而且要把我们的生命要拿来怎么样？要荣耀神所以钟乃，你知道你是谁吗？你未来牧师期待还听到你讲，我知道我是上帝所爱的。你是谁？我是上帝的百姓，我是上帝所拣选的，我是认识到他爱我何等的深，比我的父母亲还要爱我。这样你就会知道你的这个身份就怎么样不一样了，不单单只是外在，懂我意思吗？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要了解一个画家他在画画他的有名的画一定是画出什么？有没有人知道？一个画家他要介绍他的画都会去介绍什么？一定要介绍出他画的背后的那个灵魂，对吧？如果单纯画他没有他的灵魂在你会发现这张画就是随便小朋友都可以画了。好，所以呢我记得我们教会不是楼下不是有一张耶稣的图画像吗？那一张画是谁画的？沉默。对，他是萧长老的先生画的，而且他是在梦中上帝给他看到的像。所以他告诉我，第一次牧师刚来到8年前来到大桥教会的时候，他就介绍他的图画给我看。他说介绍这个画的时候，我一直看，不是油画吗？油画它是油画油不是那种水彩画是油画，这样一点一点点。对，所以你认真去看
他所有的画作里面，每一张耶稣的眼睛呢，他告诉我，他说牧师，看我的画要看耶稣的眼睛呢。我就说为什么？他说每一张耶稣的眼睛都不一样，每一张耶稣的眼睛都在透露出耶稣在十字架上的那个受难的过程的那种感受。我说真的吗？我真的，他给我的那个图画我就去看，不同角度去看，每一张2张来看，真的不一样。然后每一张感觉都会感觉到耶稣的那种痛苦。所以我们要知道，画家的画像不是单纯的装饰，是画里面它背后一定为了某一种目的而存在。所以我要问各位，以弗所书他曾经在1章4到5节说，上帝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感觉好像不错哦，我们的生命是这样哦。又因为爱我们，就按着自己的意志所喜悦的方式，预定了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所以你是不是上帝的儿子？你有没有得着儿子的名分？什么是儿子的名分？想一下，有继承家业的，继承产业的，还有什么？可以被爱的，是配得被爱的，是配得。原本是罪人，但是因为耶稣基督的救恩，按照上帝的心意，我们配得成为他的名分的儿子。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要了解，我们的生命里面不止我们是被上帝所创造，按照3位一体上帝的样式造的，还有一个，我们一起来看一段圣经节，我们的生命是上帝亲手编织的。好，诗篇139篇13节，好，13节里面这么说，我们来看，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我在母腹中，你已复庇我。你所造的，这个原文的意思是我们是被上帝所取得的，买回来的，是拥有的。那这个以复庇我，原文的意思叫做编织啊，编织出来了。好，我们来想看看什么是编织啊？人的生命好像上帝从那个小小的每一个部分，他就帮我们怎么样？他就帮我们形塑出你就是这么样一个人啊。所以上帝早在我们生命里面，其实这句话诗篇139篇不是一个惊叹人的身体，然后呢，上帝对人生命的关心介入，就这样而已，并不是这样而已。这句话他讲到，就像约翰斯托德这个神学家，英国的神学家，他说什么？他说人不是随机的产物，是创造主手中的杰作。如果我们的生命是上帝所创造的杰作，钟兰，你是上帝所创造的杰作哦，你会不会失落？你会不会失落至极，想要放弃自己，想要自杀？应不应该？可不可以？要不要放弃自己？要吗？其实根本不用哦，因为你要知道哦，我们的生命就是上帝手中的杰作。如果我们的生命是上帝手中的杰作，那么我们刚刚有提到，上帝要复庇我，就像在编织我一样。曾经有一个小孩，他问他的奶奶说：“说阿嬷，你为什么在织毛衣就这样慢慢的？”这个奶奶他的阿嬷就说：“因为啊，我要把我编的这个毛衣亲手送给你，作为你的生日的出生的第一件礼物啊。好，你出生之后，阿嬷都还没有送给你，所以我慢慢的把每一针都代表着我的爱啊。所以各位弟兄姐妹，这个针有些时候会怎么样？会弄错，会不会有些地方不太一样？会不会？会啊。有些时候我们的生命都是在上帝的编织里面慢慢形塑来的。所以我非常感谢上帝，在座的你们，牧师其实从我认识你们开始到现在，我每一天我都在向上帝献上感谢的祷告，我也在为你们祷告，
看见、期待你们在上帝的殿中，甚至在神的福音的恩典里面，去经历到上帝的祝福恩典，甚至让你们真正在你们生命知道你们是为何而存在。我觉得这才是重点。我们聚集在一起，不单单只是我们敬畏上帝，我们还要知道我们是上帝所造的，我们还要彼此相爱，彼此扶持。所以刚刚我看到我们的同工，看到我们的亚瑟很久没来了，我说：“好开心！”你会觉得很久没看到一个人，你会觉得很开心。今天我在跟我们的亚瑟在分享，他即将到7月底的工作为止，可是他已经有新的工作了嘛？什么时候开始？8月中。我觉得很有效率，找工作也很有效率，真的。找工作有目标的人，他在做什么事情都是神都为他预备好的。但是有些人，如果你不愿意去好好的去追寻你生命的道路，是神在带领，你会发现你怎么走就走不出去。其实牧师不是说你还没有找到工作是不好，不是，是我们一定要有目标，要有使命，你要对你的生命要有期待，你要看见上帝创造你是有价值的。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福音是什么。福音，我们一起来看约翰福音17章23节，这是耶稣的祷告。耶稣的祷告，他说：“父啊，我在他们里面，你在我里面，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可以合而为一啊！我要叫世人知道你差遣了我，也知道你爱他们，就如同你爱我一样啊！”牧师在跟各位相处，我也是这样。即便是离开的同工，我也期待他们也能够这样。但是不见得每一个人都能够理解上帝的爱。所以你看，耶稣有没有受到犹太人的遗弃？有啊，他最后被钉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的弟兄姐妹会不会离开我们？会，但不要气馁，因为神爱我们。我们只要走在上帝要我们做的神的道路。耶稣的道路是什么？是背十字架的，而且是付上生命的代价，最后是钉在十字架上。我们顶多是怎么样？我们只要继续走而已。我们只要抓对目标，传福音。我们还没有到达像耶稣一样是要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可是我们需要定我们自己的罪，把我们的不好的习惯、不好的坏习惯、思想重新带到神的面前，求主来怜悯，帮助我们改变我们的生命。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福音是什么。福音的中心不是我得救了就好，不是我受洗得救了就好。福音的中心是我与上帝合而为一啊！甚至呢，我们要知道福音所反映出来的是三位一体神的关系，是互相的，是彼此相爱的。所以各位弟兄姐妹，耶稣要为世上的人受难，他有没有去到客西马尼园祷告？他跟他的父祷告说：“父啊，如果可以的话，可不可以把这个杯挪走？对不对？”他也有他的困难啊，可是上帝还是顺服哦。所以你看哦，圣父跟圣子的关系是有关系的哦。那耶稣死后复活之后，他看到这些百姓都曾经是跟随他的，他再次显现在他们当中40天。可是他怎么给他们信心？就是告诉他们，圣灵与你们同在。所以你会发现，圣父、圣子、圣灵他们的工作都是一致的。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的同工关系也应当如此啊！应当如此。每一个人都非常的重要，每一个礼拜、每一次的侍奉都非常重要。我们的同工于佑，从不会订便当，现在会帮我们处理哦。我们待会吃饭，我们聚完会后，我们不用担心呢。我们是没关系啊，没关系啊，但至少我们知道订不到吧，对吧？我们至少知道我们待会要怎么处理嘛。所以我觉得每一个礼拜都有不同的人在为我们预备。我们上一堂礼拜台语礼拜，
我们的同工很辛苦，他从昨天承恩他这几天都在预备我们的 PPT， 昨天晚上他预备到10:40，他的母亲打电话来，在担心说，怎么孩子还没回家？其实我知道每一个同工他们尽上了很多心力，可是今天早晨我们发生了一个音乐那个同步不同调，那就造成了大家的意见跟想法的改变。后来牧师鼓励大家，我说大家很辛苦呢，每一个人都在互相彼此的扶持当中，我们才能够成为一个合一的教会。所以一间教会不是看见它有多么有充足的资源而是我们彼此是不是会互相互助所以求主帮助我们，福音真正让我们明白我们从何而来，我们必须要活出有关系的生命。好，第二个，我们要知道我们要怎么样去爱人爱神。我们要从我们的家庭，从我们的小组，从我们的职场里面牧师都会非常希望听见你们的分享，做见证。如果你还没有找到工作的，我们要更多祷告，为他祷告。我们要彼此互相祷告，不是说你最近好吗？工作找到了没？不只是这样。我觉得我们要更多彼此互相带祷，甚至我们可以在群组里面，我们都可以分享。过去曾经有人说，牧师，你不要一直问人家发生什么事，你不要问人家怎样怎样，那是别人的隐私。我心里面想说，我觉得那是你根本就不想关心人，对吧？当你不想关心人，你都是以不要去 touch 到别人的隐私。但是我觉得我们是一个 team， 是一个团队，是一个有爱的团体。人与人之间，今天我知道你的需要，我不会随便出去外面跟人讲，我告诉你我们的那个谁，他工作怎么样，我不会去讲这个。但是只要你知道我是你的牧师，我们都是像肢体一样，你就会知道，当你软弱的时候，有人在为我祷告，你不会放弃自己，你会更加有信心，更有勇气的来面对。好，所以我们一起来看，我们不只是要对我们的关系上，不要再用自我为中心，要活出那个相互的关系之外，我们还要怎么做？我们要对世界上的使命，我们要学习去关心呢。最近台湾，你应该也知道，台湾人有很多不是基督徒他们都在关心台湾的民主自由的发展。但是如果你是基督徒，你把它视为这是不属神的，这是政治，这跟信仰没有关系，我会鼓励你，你一定要关心。因为就像乌克兰、苏联的战争久了吧？几年了？3年呢。整个国家还有家庭都是处在混乱当中的。如果有一天，当我们要面对的时候，我们有没有预备好？我觉得神在教导我们，当我们遇到这个环境的变化的时候，基督徒不能做一个视而不见的基督徒。基督徒要学习去治理。圣经里面，今天我们所看创世纪1章第28节说，上帝赐福就赐福给他们，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的行动活物。你要怎么管理？管理要怎么样？要有人，要有人，要有能力，还要什么？还要你要有办法去带如果我们没有办法，我们都不带，大家都是等着看，你会发现我们教会是慢慢趋向老人化好，没有年轻人还好，我今天很感谢神早上周南昨天你们回来以后，我昨天晚上说，主啊，我们敬拜团突然间没有鼓，好空没有贝斯手，好空昨天晚上我的孩子泽恩，他突然间跑来，圣歌队练完，他就出来说，爸爸要打鼓吗？说你可以吗？他说我试看看。我说好去。虽然节奏不是很稳定，可是我发现他的感觉慢慢在抓到那个感觉。今天早上遇到钟南，我刚说钟南，贝斯拿起来上去弹。
贝斯手就是在跟着鼓在做连结的一个音乐乐手。所以我非常感谢主，当我们看见神要我们去做管理的工作，我们一定要懂得去带人。好，求主给我们力量，让我们学习在家庭里面，在我们朋友当中，在我们的事业，在我们的环境里面，我们成为一个会带人的基督徒。什么是会带人的基督徒？就是我们要活出什么关系性的生命，而且我们还要对世界有使命。好，那最后呢，我们还必须要活在基督里的新身份。如果人只是活在自己的关系里面，他只是建立自己的关系，如果他只是为了要治理而服侍，那个只会提高他的身价，而忘记了神。我觉得很重要，我们必须要活在基督里面的新身份。这个新身份是什么？你会尊重自己，好，你的形象是神所造的。当我们要去做管理的时候，会遇到很多困难的，有没有？当你要去做的时候，你会发现，困难来了怎么办？你要尊重一下自己哦，看一下你自己的形象哦，你的形象是不一样的哦，是上帝造的。主啊，怜悯我，赐给我更大的力量。最近牧师在教会里面也有很好的同工离开，我心里面会痛，但我知道，主啊，我的形象需要改变，因为我的形象是照着你的形象造的，是不是因为我的形象照着你的形象上面，我这个形象不好，有问题，我要改变，我要调整，调整完我还要怎么样？我要会看人，尊重。所以你要懂得尊重自己，也要怎么样？尊重别人。你会发现没关系。虽然有很多人说牧师，你怎么让这样的人走嘞？没关系啊，就让他去走一走嘛，对吧？这就尊重啦。如果你没有这种心，你会怎样？干嘛走？这个人怎样？你会一直抱怨埋怨，这没有尊重。所以我觉得神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形象，这个福音是要让我们明白我们的生命。第一个，我们是神所造的样式，像三位一体神的关系；第二个，我们要荣耀他，我们要荣耀神，就是要活出基督的新身份。求主帮助我们。最后，我们要明白，我们生命对福音的目的是要被邀请进到神的爱里面，对吧？我们是照着神所造的哈。我们要清楚知道，我们来到世上是要活出跟上帝和好的关系。这个礼拜2到礼拜2、3、4，中南跟中选他们要去参加一个这个领袖训练。好，他是这个应该是我像不是王雪红，是王雪红她姐姐的一个基金会，他们也是长期都在大桥国中做这个校园的学生工作。这是一个领袖活动，它里面请的都是领袖的老师，蛮不错的讲师，然后那也都有一些愿意想要做领袖的学校的学生去参与，所以我们也为他们祷告。这个活动在邀请的过程，我其实一开始也蛮担心的，担心说中南中选他们真的不太懂信仰。我也问他这个学校的这个活动的机构，他告诉我说不用基督徒。他不是受洗完的基督徒都可以去。那时候我就开始先去跟他爸爸妈妈、跟他爸爸讲，问他可不可以。他爸爸说没问题啊。我在跟他们讲。他爸爸也主动就参与，就是会邀请，告诉他们。我觉得他们2个孩子也都很尊重、顺服父亲的提醒，跟邀请。那最后也顺利成功报名，所以我们要为他们祷告。中南中选为他们的精神祷告，因为要听专讲不容易啊。学生要听专讲，他们一定要首先我们为他们要知道他们要什么，他们期待从这个讲者身上所讲的每一句话，让他们能够有清楚的头脑去听清楚要怎么做学习跟突破。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每次在神的面前，让我们能够有更多的学习跟帮助，也让我们的生命真正明白福音到底是什么，到底我们的身份、我们的生命是为何而存在。
求主帮助我们一起同心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满心感谢你，祝福我们的生命，是因为你创造我们的生命，期待我们的生命能够活在圣洁的样式里面，是照着主你的样式所造的。主啊，求你怜悯我。我们承认，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把福音看得太小，我们只想到我们可以得救就好，却忘记了你的心意，期待我们能够更多亲近你，期待我们能够跟你建立真实的关系。我们要学会彼此在与主的关系里面彼此靠近，彼此相爱，彼此接纳，像上帝你爱我们那样爱我们身边的朋友。赦免我们过去许多自我为中心，我们不愿意放下自己。赦免我们在家庭、在教会、在人群当中，我们常常选择退缩而不是连结，我们选择更多的咒诅而不是包容。求主你怜悯我们，让我们学习与主同行的心。主啊，我们今天透过你的话语学习到重要的功课，我们是上帝所造的，我们要用我们的生命学习尊重自己，也尊重别人，能够活出荣耀神的生命。愿主你亲自来引导我们前面的道路，也带领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在大桥教会，在他们的生命工作合场上都能够做更大的突破，让他们用他们的生命来荣耀神，也亲自为他们前面的道路做他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向你献上感谢，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们。愿主赐福大家，在每周日的早上11点到12点，我们同一时间一起来参与华语的聚会。每一个月的最后一周，我们都是暂停，台语跟华语礼拜合并，也就是早上9点开始聚会。也愿主赐福大家，在每一天享受到神的平安与赐福。愿你平安。